姜濤 Love Live Tour 震撼多倫多，完 show 後，多個當地中文電台紛紛報導 ，DJ 們一致讚賞姜濤嘅演出水準極高，無論係唱功、舞蹈、演唱會 rundown 都好有心思，睇得出將佢自己嘅心路歷程收錄喺入面，帶大家一起走過佢嘅成長起伏。Love Live 就仿似姜濤自身嘅故事，主持仲特別欣賞姜濤嘅魅力同親和力。姜糖氣勢磅礴，熱情但又自律嘅高質，後援會嘅專業團結，姜濤經濟效應更延伸至加拿大，帶旺整個多倫多市中心，四處都熱鬧起嚟。小編將幾個電台報導剪輯咗一個合輯，一齊嚟聽下 DJ 們嘅觀後感。因為啱啱喺呢個禮拜日嘅時候啦，咁特別喺呢個 Massey Hall 附近呢，就非常非常之熱鬧啦。咁就係因為姜濤啊，係啊，第一次海外嘅巡迴演唱會就嚟到多倫多呢一邊咁樣，就有好多嘅，有三藩市嘅姜糖啦，跟住有美國嚟嘅姜糖啦，多倫多、溫哥華噶啦，唔同地方啦，唔同區噶啦，咁樣整到個大。我聽到有啲係真係香港等都飛嚟㗎，我有聽到啊，我知啊，係咪？係啊，你知唔知原來啲 fans 係跟咗去係幾個國家跟住去啊，跟咗唔同嘅站數，哇，好厲害！跟住去到現場咧，就真係大家好激動啦，咁啊大家等咗好耐啦。首先登場嘅唔係姜濤，原來登場係姜濤嘅媽媽，就入咗嚟先咁樣，大家就原來佢哋大家都認識嘅，係識嘅原來，Hello 咁樣並手咁樣見到姜媽媽非常之開心咁樣啦，好發亮啊，閃閃發亮咁樣，跟住就到姜濤一出場咧，大家係嗌到癲咗，不能夠相信，哇！原來姜濤離我好近啊，就嚟掂到我噶啦，咁我 feel 到。你知唔知嗌得最大聲嘅就係咧？因為中間其實佢哋一啲嘅叫做姜濤同埋觀眾之間互動其實唔算太多啫，因為我諗個場館有啲限制啦，即係不能夠好似真係演唱會咁樣落嚟握手啊咩咁樣。咁但係姜濤佢亦都非常之照顧 fans，咁啊前排嗰啲咧就因為 feel 到咦姜濤行緊埋嚟，我係咪可以伸隻手？我係咪可以搏得姜濤掂我一掂咧？咁樣姜濤就嚟隻手指掂到你，啲 fans 已經嗌到尖叫到哇！好犀利啦咁樣，咁然之後大家就喺度希望可以姜濤可以有冇機會同我 selfie 啊？冇啦，到最後尾，但係唔緊要。姜濤我見到嚟第一排嗰 fans 嘅手機真係好近啊，係啊，跟住就好似有其中幾個有幸運嘅觀眾真係同佢握到少少，我諗第一隻手指啦，第一節啦，握到少少啦，已經好開心，已經好開心，已經嗌到哇好興奮啊！咁我都 feel 到其實成個嘅。演唱會我見到姜濤真係好賣力，咁加埋一班 dancer 同佢一齊表演呢，我覺得佢哋真係編排都好有心思喎。咁我今次我又認識咗姜濤多啲啦，真係，因為佢揀嚟嘅歌呢，全部都係有關於佢自己過往嘅一啲嘅挑戰啦、啲困難啦。佢有幾首呢都係聽得出佢嗰個要去克服嗰種嘅困難，因為佢作為姜濤咁樣。咁佢嘅全部嘅歌嘅編排呢，到最後尾都有一個好陽光嘅結局。咁我覺得，真係好好喎！佢真係全部都有好編排有心思，每一首歌都揀過，好似個 storyline 咁樣。係啊。陪住佢成長咁樣，係嘛？咁同埋咧，我睇到啲片段咧，佢都好有心機咧，即係跳咗好多舞步。係啊，係啊，係咯，呢啲要排練噶嘛，大佬係嘛？要時間噶嘛。係啊，同埋每一個舞步、每一個設計，即係每一首歌嘅舞步都有心思喎，即係睇得出邊一個動作係夾邊一首歌詞，有意思㗎喎，真係好好啊！姜濤。同埋咧，佢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舞風喎，其中一個咧有少少即係性感嘅同一位嘅 dancer，哇！因為個 dancer 都好靚，原來頭先你聽咧係親戚嚟㗎。係啊，原來咧嗰一位同佢跳舞嘅女子就係佢表妹嚟嘅。哇！佢家族嗰啲又靚仔又靚女咁犀利嘅咧，又高又靚，哇！點算啊？點可以咁樣㗎？跟住入到現場2800位嘅 Massey Hall 咧，係即係淨係得幾個吉位嘅啫。我諗啲人遲咗入場定性咧，座無虛席去睇姜濤嘅一個演唱會。同埋你之前上次咧 Mirror 嚟嘅時候咧，即係姜濤自己表演嘅部分唔係真係相對地咁多嘛。但係今次咧就大家真係幾驚四座，見到姜濤我諗10晚都係俾佢洗版㗎啦。無論佢唱歌同埋跳舞嘅話咧，絕對係交足功課下，個個都睇得非常之開心啦。同埋佢有陣時有啲換衫位咧，喂全場係可以跟住大合唱咧，係好感動嘅一回事嚟嘅。最好笑就係咧未開 show 啫，點解忽然之間大家起哄嘅？原來咧姜濤個媽咪都喺度啊！咁啊，所以咧就係跟住又唱 Happy Birthday，我好配啊！我唔知係咪即係我都要叫埋外母添。個個咧現場咧係唔係奶奶 ，sorry 喺現場咧幾千人一齊嗌，有男人都話奶奶你好咁樣，好好笑咯〜
嘅姜濤嚟到咧，亦都係掀起咗，哇！真係成個市中心旺晒。係啊，而家我睇翻尋晚 post 嗰啲片嘅話咧，條加埋一齊應該都有萬幾 view。係啦，喺 Instagram 嗰度，即係我一個人差唔多半個演唱會都喺度㗎啦，已經。淨我一個人要嚇，咁啊大家咧應該睇得開心。就喺琴日啦，多倫多嘅盛事咧，就真係絕對就係姜濤嘅演唱會啦。咁啊，終於喺即係多倫多姜糖或者係全個加拿大啲 fans 啦，可以聚埋一起啊！係啊，見到好多現場嘅氣氛啊，喺好多社交媒體咧，真係發覺非常之高漲啊！幾千人咧齊齊嗌奶喎，全部都洗版啊！我諗好多朋友咧，如果你係冇去到演唱會，你都會感受到啦姜濤嘅魅力啦，同埋佢嘅親和力嘅。咁啊，其實即係今次睇佢演唱會啦，我都真係好感激下啲朋友啦，係同我一齊去見證呢一件事。因為曾經好多年前呢，我哋都話有冇機會呢？會唔會姜濤嚟多倫多搞演唱會呢？終於就係夢想成真，同埋你會發覺呢，即係成個演唱會呢，大家都好投入啦，同埋好激動啦。仲有呢，就係大家知道嘛，個會場有一個姜濤嘅座位噶嘛。哦，係啊，係啊，所以大家都喺嗰個嘅入場之後呢，就去排隊影相。咁同埋我都發覺到啲姜糖呢，都真係呢，佢哋嘅本身個 mentality 呢，好勁啊 EQ 高啊，佢哋 EQ 高，同埋佢哋好聽話，即係話散場就散場噶啦。咁同埋好多係世界各地嚟嘅 fans， 有嚟自歐洲巴黎噶啦，有嚟自溫哥華，嚟自香港都有啊。咁啊，啱啱亦都係姜濤咧，亦都完成咗佢喺多倫多第一次個人嘅演唱會啦，Lava Live in Concert。咁啊，琴晚呢就圓滿結束咗咯噃。晏晝嘅時候咧，亦都好開心得到咧加拿大姜濤加拿大應援會邀請啦。咁就去咗咧佢哋喺 Massey Hall 隔離嘅 TD Music Hall，佢哋搞咗一個歌迷嘅聚會。咁但係咧呢個聚會唔係話大家咧即係企埋一齊着下 T-shirt 跟住影下相咁簡單。佢真係喺嗰個叫 TD Music Hall 嘅地方咧，請咗一隊咧細嘅管弦樂團，叫做 Toronto Pop Orchestra。佢哋咧就去分兩場咁樣，亦都演奏咗姜濤咧10幾首嘅歌曲。咁但係就唔係姜濤唱嘅，唔係姜濤唱，就係呢一隊嘅管弦樂團去演奏。因為當其時姜濤應該仲可能 rehearse 緊啊咁樣。咁啊姜濤自己本人冇出席嘅。咁啊但係咧，即係呢一個嘅活動咧，我覺得真係要俾個好勁嘅 like 同埋，即係好佩服佢哋嚇。因為咧成班嘅即係應援會嘅朋友啦，其實大家都係義工嚟嘅啫。咁但係咧，即係可以話咧 put together 咗一個好專業嘅一個活動啦，咁亦都好大型啊，300幾400人啊，咁所以亦都有表演，有嘢飲，有嘢食，有活動，有禮物咁啊，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咁啊睇到咧，即係喺呢啲嘅歌迷咧，非常之投入，亦都咧即係好有動員嘅能力。琴晚嘅演唱會咧，都有相當嘅一群觀眾咧，係真係嚟自香港嘅。佢哋真係我有聽過啊，因為我有同姜濤應援會嘅一啲人士咧咁啊傾過偈啦，即係由當初宣佈話，喂，佢嚟多倫多啊，咁大家已經係好興奮嘅。咁當時亦都講到咧，就係因為表演嘅場地咧係多倫多其中最尊貴嘅表演場地，咁所以咧好多海外嘅 fans，即係加拿大海外，即係加拿大以外嘅 fans 咧，係啊，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可以咧喺加拿大係一個咁標誌性嘅表演場地睇到姜濤演出，咁所以咧就話好多香港嘅 fans 咧就已經 book 緊機票啦，跟住咧就喺度即係搶緊飛啊咁樣啦。係啊，聽講咧香港都要炒飛嚇，咁啊，琴日咧亦都喺完咗嗰個活動之後，咁大概5點鐘度咧就即係全部啲 fans 亦都集合咗咧喺嗰個即係 Eaton Centre 對面咧得 Yonge Dundas Square 嗰個大廣場嗰度咧，咁就影相。因為當日又有姜濤嘅即係LED 嗰個嘅廣告啦咁，哇！咁淨係咧影嗰個即係全球 fans 嗰個大合照咧，哇！真係好震撼，係好多人，即係講緊最低限度嗰度有200人咁嚟。咁但係我覺得真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體驗嚇，因為咧就見到大家即係嗰種投入嘅程度啦咁啊，同埋咧有啲即係有好多個朋友即係走去同我講，佢話好夢幻啊呢件事，即係佢哋等咗7年啊，好夢幻啊呢件事，佢哋能夠成功到咁，亦都係即係表示要搞琴日嗰個活動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咁，所以我覺得咧要俾個 like 佢啦。小編都想俾個 like 姜濤，多謝你用努力保護姜糖，成為糖嘅驕傲。
帶住我哋一齊衝出香港。仲有呢個 Like 係心動嘅原唱林曉培俾姜嘅，親自認證姜濤唱功，寫上姜先生唱得真好，心動坐標這邊也要努力了。心動坐標正正係林曉培4月4日喺香港嘅演唱會名稱，呢日亦都係姜濤 Love Live Tour 美國場，否則大可能有機會做前輩演唱會嘉賓，一齊唱心動。最後一定要俾個 Like 香港同加拿大 Fan Club 同所有支持及應援姜濤嘅姜糖，多謝你哋嘅無私付出，一切在心中。